在干嘛啦？他们在玩游戏。好，来预备来。好，来注意看，来是啊。你的范围仅止于在红色滤波垫的延伸点出去哦，延伸点出去，所以请你不要超过这边，不要碰到那边都不算，在这里面哈、啊，玩一个疯狂的游戏。你看几张啊？这是他们的筹码。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3。好，來這邊嘅同學。係嘅，雪糕筒2分，雞髀1分，跟住俾人罰緊而家，因為教練講嘢，佢哋有講嘢，所以俾人罰30下 pushing up， 跟住因為教練好兇惡，所以佢哋好緊張。唔知係遊戲定係體能嚟㗎？你們這組啊，很明顯的有人賴皮沒有猜拳，我不知道是誰，所以我全部處罰。所以你們要再派一個人過去。因為佢哋人數唔啱。第二個過來，第二個過來，好。喺包剪輯嘅時候冇猜好，所以佢哋搞咗一輪，終於可以玩啦。腳椎放好，來。開始放靶同埋放雪糕筒。不要一次拿2個，不要一次拿2個，也不要長髮，也不要長東西。一次只係攞一個，又唔可以掟埋啲靶，乜都唔得，總之就好整啦。就咁樣2分鐘，攰唔攰？攰到爆！佢倒嘢飲先至請贏嘅嘢飲。就係咁樣，就係咁樣。好攰。哦，剩1分鐘。